在大选的前一天，高雄也传出庆声，三明区有一间酸刀仔伊的店家，今早起6点有人向天棚开枪了后，随来离开。据说这天棚的阿摩土角跌落来，击到查某店员。警方下晡也抓到这开枪的嫌犯。初步了解是因为进前伫咧店内和人有纠纷，才会起冲突。目前也正咧追查另外一名共犯。判决透早6点左右，底部查甫人甲监判进入到药店，无偌久就传出枪声，原来2人入去店内向天棚开枪，佮赶紧倒离开。这一枪无拍到人，煞互天棚暗土角落落来，讲到女店员，伊按着头正惊吓，等咧送医。有听到什么吗？我也没听到。怎么会啦？我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聚餐。现场无找到枪支卡，警方研判这查甫人用的是电动枪。下晡伫台南抓到提枪的测试的查甫人，也发现涉案的枪甲安非他命。伊表示是因为进前甲店家去冤家才开枪结婚。犯前坦诚曾到过该店，并曾与店家发生口角纠纷，因而怀恨在心而犯案。这间导游店开2年，刷在总统提会投票这进前的敏感时机，互人开枪，互警方唔敢大意，就要继续追查另外一个在逃共犯以外，也要扩大侦办是毋是其他人员涉案。测试的查甫人也被依照恐吓伤害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